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世界一切不过炎热，只是欺骗与束缚。在这忙碌生活当中，你
喂喂喂，喂喂，咱这平安今日是主日学的纪念主日，所以会中由主日学的师生来参与这个事奉。全地就用摇花出欢喜的声，恁就用欢喜的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就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三个来吟圣诗，圣诗488首，透早起也好静，请起立。让苦恼的牵走，把泥土它实现。
想得来，我个想得来，就会欢喜心事，我个想得来。照相去也好情，做工讲我落来，虽然拄着危险，无肯跋落山，好好我做清楚，有主就来接我，就会欢喜心事，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就会欢喜心事，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我个想得来，就会欢喜心事，我个想得来。小姐，即摆由主任学要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真正好，主耶稣真好。
信耶稣真好，也邀请大家来相信这个真主耶稣。阮来念主祷文，告别阮的信仰。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时，领你互阮，赦免阮的误负，亲像赦免误负阮的人。无抵触阮的日子。着求阮脱离的歹个，因果、欢迎、灵光，拢是你所有，在无尽。阿免。三角来启应文26篇，厝体南是耶和华起造，城市南是耶和华固守。恁早早起，晚晚困。记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伊要食你的手，着无法所得着的。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你的囝儿围绕你的道，看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对其安赐予你。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咱做伙来祈祷，爱阮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是主日学纪念主日，互阮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侍奉敬拜你。阮要感谢你伫日常生活中关心阮、出乎阮。阮拄着艰苦、失败、见笑的时，你拢知影，求你帮助我靠。求你帮助阮，我靠天父上帝胜过一切。阮有时阵会有贪心、骄傲的念头，请你帮助阮做一个勇敢的人，靠着你的爱胜过一切。有时阮嘛会袂细字讲袂惨，请帮助阮随时做一个诚实的囡仔，创造万物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享受所有的一切。阮愿意做一个知影满足、感恩的囡仔，因为你互阮满足的生活。天气渐渐变冷，求你保守教会的长辈，伫寒冷的天气出入平安。长辈有身体病痛的，求你医治。有你的恩惠实相，甲阮同在，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
何乐信我对要现的死是救主，愿你做我牧者。
咱来读诗。圣经226篇。就家的诗，耶和华带去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彼是咱亲像明晚，彼是咱的嘴哈哈笑，咱的是出大欢喜声。外房中就有人讲，耶和华为伊行大事，耶和华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予阮受掠的人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倒流。流目屎，带也经济的来厝欢喜声，收割伊个流目屎，带经济出去，会伫脚带伊就爬欢欢喜喜倒来。127篇，就家的诗，所罗门所做的厝地，若毋是耶和华起造伊的人，就空空中外写字。若毋是耶和华个手的人，就空空惊醒。你早早起，晚困，食落所伫的饭，也是空空。耶和华所疼的人，伊要予伊好困。看，今日是耶和华小厝的产业，看因的体是伊所予伊的保障，少年的是所生的一囝，亲像勇士的手中的剑，伊的剑地充满的人有福气，因伫城门口，甲对伫公园，伫脚尾计不伫见笑。现在，我心很想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供，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很想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供，提醒我的主。讲道今日错误书，所以甲咱正道的题目是农夫甲勇士。列位所敬听咱主日学的老师甲学生，以及咱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今仔我感觉真特别的，就是咱的主力学生，坐伫咱中间咧参加礼拜。来，搁再一遍，咱用拍手欢迎伊，甲咱三个敬拜，好无？好。毋来欢迎伊，我感觉这主力的校长老师不止用心。这个时代的主力学生要讲谈话的。讲会假子，就讲了袂几句。要互这主流学生用单话祈祷、刻英文、搁读圣经，安尼有简单无？无简单吼。所以咱大先把主流老师、校长大因拍抱我一下好无？咱中间。你有看到你的囝，也是你的孙，也是你有熟悉的囡仔徛伫遮。我无一个人我叫会出伊的名，我嘛毋知伊的爸母、伊的阿公阿嬷是啥物人，因的亲仔姐仔啥我拢毋知。来，你的囝、你的孙、你的亲人有徛伫头前唱歌，伫遮读圣经、祈祷的，请举手一下好无？无几个哦，1、2、3、4、5、6，顶悬有无？放落来，哇！感谢主，安尼还阁有6位安尼，大概拢较少年的爸母安尼带这细囝来，真好。我的查某孙一个今年6年，一个今年国中2年。伫2年前疫情的时阵，有一帮。会敲电话甲阿嬷讲，因为阿嬷较早是国校的老师。阿嬷，老师学校出一个题目，我袂晓写呢。讲你要成为哪样的人？你想要亲像啥物款的人啦？你想要亲像啥物款啊？哇！当然，即阵国校的作文拢有一个引言啊，你要亲像郭台铭啦，是要亲像吴宗宪啦，是要亲像郭幸存啦，是要亲像戴资颖啦，讲一寡，是要亲像玛勒特蕾莎啦，是啥？一寡人，但阿嬷讲，阿嬷这个人我也拢毋捌，是要写倒一个啦，我感觉。出这个题目的老师哦，真贤。从细汉的时就咧培育，这细囝一种身份的认同。我到底我还要亲像对一种的人啦？我要亲像黑道的，还是要亲像创啥物款的？还是要亲像迄个讲话真红声的人？我到底要亲像啥物款的人？所以今仔日我的题目，勇士甲农夫啊，因为伫这站的中间有出现勇士，总是无出现农夫啊，总是我大下落去。因为伫126篇讲啊，那老目屎也整治的，伊的确要欢欢喜喜带五国倒转来。我大称呼这夜整治种菜种五国的人叫做农夫。来，我问咱大家，你一生捌做过农夫的，请你举手。遮侪人捌做过农夫，好，来放落来。你一生，因为勇士的性命真短，所以勇士拢较早退休，军人嘛较早退休。勇士袂当一世人拢勇士，性命真短。你感觉你伫某一个领域，伫运动也好，伫小镇也好，伫某一个行业，你感觉你就是一个勇士的，请你举手。无哦，哇，后壁有一个，咱来拍抱我一个好无？哇，真感谢主。所以这个做身份的认同，对细汉的时阵，我就真强烈对身份的认同，因为我细汉。国民校5年时袂当去读册啦，因为我下肢就气喘，搁气痨病，所以我印象足深，拢着爱走去台南东门医院
边啊已经去了病院，啊定定爱去啊照 X 光，啊去啊验痰，已经去了病院，今仔日嘛还阁伫咧呢，卫福部管的迄个肺病的病院呢，嘛还阁伫咧呢，啊，迄是1960年代，安尼几年啊？60年前呢，60年前，啊，即个男性命的囡仔吼，国民校毕业的时较20几公斤尔呢。我头拄仔看徛伫台顶即几个，拢超过30公斤。啊，我6年毕业的时，敢若27公斤半。啊，毋过我去读中营的时，我真爱运动。我高中毕业的时，拢无去做兵啦，政府发一张国民兵乙种的互我啦，安怎？啊，我毋是椎间盘突出，啊，我也毋是啥物款的镜头，我干那一种的镜头，就是体重伤重啦，94公斤啦。啊，要入去读册的时，讲无够重，啊，一个毕业则伤重就对啦。安尼，即间学校对即个蔡某某有真大的帮助无？有哦，来。所以伫迄年1999年的8月23号的823炮战那一天，我的妈妈过身。啊，阮兄弟姊妹啊，特别是在做女的。就去整理妈妈烫树啦，有留啥物金仔角啊？重点毋是迄，妈妈有把伊的物件。伊虽然毋捌字，总是伊把物件整理了真好势。其中有整理3项我的运动衫，我的一个穿3年的学生服，已经补几啊节，过健康也补。你也想讲20几公斤到90公斤，20几公斤、30公斤、40公斤，囡仔穿的衫，想要安怎互80、90公斤穿？最后，伊去找我高三要毕业的时候，带我买一领新的衫，讲要毕业啊！啊，这领衫吼，啊，要毕业毋通穿迄个补来补去，纽啊补，过耳孔啊补，啊衫机只搁补安尼补上去，就买一领较新的。迄领衫搭啥物人买咧？搭啥物人买？他拄仔举手讲咧做农夫的迄个叫做萧军啦。萧军因爸爸、因阿公的时代吼，全台湾伊即帮做学生服的呢，我妈妈拢起来买，叫做百丽牌 David 啦，就是即领啦，就是即领啦。顶悬有百丽牌 David 是大卫啦，大卫就是勇士啦，百丽牌。啊，才有写一字带，啊，毕竟安尼也很贵着，我毋甘来透开啦。我妈妈把这领衫吼保存30年啦，放伫伊的桶室内，妈妈拢无甲我讲啦。啊，另外迄2领我歹势摕来，迄2领安尼补啊半烂。啊，这领衫搁去，互人洗，搁用塑胶袋绑在内面，搁有一张旧纸呢，我拢也毋敢讲。啊，我妈妈过身去了，我这个也保存。23年啦，安尼这领衫就是50几年前的衫。我毕业的时候，啊，我的学号叫做6字头，就是民国56年入去读的啦，叫做6字头对无？6215 6字头，啊6字56年啦，换算西元叫做1967年嘛，啊，你也想讲1967年到即阵偌济？55年，小姑娘等者较，你摸一个看一个哈。这恁兜出的学生衫啦，我妈妈来看这是要紧啦，来保存30年啦。哇，那位农夫，咱看伊滴过来啊，闭裤脚举低头，啊是大笨蛋，咱就看到伊的。清楚的啊，这个就是农夫啦。勇士哦，咱这阵啊，伫电视啊是 YouTube 会当看迄个大力士。你敢知大力士衣帽服装呢？袂使随便凊彩穿，鞋啊有要紧无？鞋啊就要紧。有下腰大无？腰大嘛就要紧。有扎手无？
护手嘛就要紧，穿穿迄个衫嘛真爽，好要你对内在有迄个咱要想要爆发，啊，最后就是腰大，有当迄个腰大，遮大板佫足高，甲爱有人来斗板，啊，咱这个称啊，哦，这个叫做勇士，大力士勇士，所以每一个身份。老有伊的服装啦，我今仔穿安尼，就代表牧师要徛讲台啦。啊，咱圣歌队衫穿安尼，哦，这是圣歌队真庄严，大家穿真整齐。咱内面嘛有80几岁的人，还搁咧唱歌咧，我足欣赏。我嘛甲上帝讲，我70岁才开始参加斗拉圣歌队来。啊，我若看到今仔83岁坐伫遐，我讲上帝啊，我到83岁还搁会当唱歌啦，安尼好无？有啊，好啊，所以看到一个最后，咱就看到啊，这个人的身份，伊代表啥货？军人有军人的最后，警察有警察的最后，伊穿落去了，代表伊的身份，你就安那爱对心底大尊重、大尊敬呢。所以我今仔日要大家主流学生讲，你对细汉的时，你想要创啥物？你想要成为哪样的人？你对迄个人有钦佩？有认同，有欣赏啊无？我细汉的时，就咧欣赏讲，我毋望上帝啊，互我行路袂遐尼喘啊。你毋知影我咧喘的时阵吼，我坐伫台下骹半年无去学校读册吼，上帝我互你用啦，总是吼，我真惊我徛伫台下顶徛无1点钟呢。迄阵我咧烦恼是这呢，烦恼讲我袂当徛真久啊，我都会喘啊，啊一直翘久落去啊。只要叫我徛2、3点钟嘛，听我徛。迄种种的认同，上帝啊，互我有元气，互我有气力。啊，当你互我有元气、有气力的时候，上帝求你帮助我，会当甲人相甲分享，为着你做见证，会当伫全台湾逐所在做工。啊，我今仔日做的工就是礼拜日去讲道，啊讲道了教人运动啦。台湾超过10间教会，拢叫我去讲道。啊，了拢顺续教运动，啊，你别人牧师较少会晓教，你来教。所以求上帝怜悯保守，到底你是要真侪什么款的人？今仔日咱看这2篇，啊，做伙看。头一篇是讲耶和华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时间的主，伊所竞选的以色列百姓，代表的王国。所罗门的王国，到伫之前900几年，这个王国就分裂啦。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好也无过3代啦，摇摆嘛无落魄的久啦。摇摆听讲吼，哦，那真伤势，自以为好很厉害，拢甲喙拢咧攻击别人的，啊，唔知影啥物时伊要落魄啦。最近咱知影选举搞，迄个真高党指责的哦。发一个去互发觉到，啊，伊的裤脚去互破去啊，尻川背破去啊，我落魄啊，赶紧就揪落去啊。列位兄弟姊妹，诗篇126篇，中心点就是讲，上帝竞选，上帝嘛要来你击杀，上帝嘛要来你刑罚，上帝竞选嘛要来你管教，总是上帝嘛要互你看到，伊是历史的主，伊是拯救的主，伊是施恩的主。伊是伫时间的顶面，伊咧掌权，所以信耶稣有够好。细汉囡仔嘛足好，少年人嘛足好，中年人嘛足好。每一个时阵，你活着，你讲感谢上帝，互我今年活到70，我今年活到60，我今年活到80，每一个时间，因为耶和华是主，伊是生命的主，我活着每一个时刻。拢是要敬畏你，我活地每一个时刻，我去经验着你的奇妙，你的行做。所以今仔诗篇126篇，就是以色列分做南北平，北平以色列国伫主前721年叫亚述消灭，南平较慢，主前586年叫巴比伦消灭。所有上帝所竞选12个支派拢无去啊啦！到伫第2遍世界大战了，1948年，以色列才去复国，前后2000几年，总是伫即个
国家灭亡的时阵，互人掠去。咱知影即阵世界上界大的战争，就是苏联去侵略乌克兰。乌克兰一寡百姓、一寡人去掠去伫苏联的所在，因为因的语言会通。语言通，你甲我讲甲过来无？佮有文化，有某种物讲，你来，我要来你食。你这个军人，换我做阮的军人，做奴隶啦，做奴隶受掠。就是以色列人咧期待讲，这做奴隶人有一日人得到逃亡，得到自由。所以这受掠的人伫信仰的顶面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层无自由，因为伊受掠、被掳、被抓，无自由。第二项，若无自由，伊阁无主权，伊袂当决定我要食啥物货，我要做啥物货。第三项，伊无有产业啦，伊无有产业，伊无有上帝所总是呢，126篇讲，上帝嘛有机会，互这受掠的人倒转来伫伊的故乡。所以，伫圣经内面有记载几啊段以色列百姓、犹太的民族，王的人民，互因倒转来故乡行行咧，看看咧，然后阁有的人伫遐顶修建因的耶路撒冷的城墙，甲顶修建耶路撒冷毁坏的圣殿，因会感觉足欢喜。所以这篇就是咧讲上帝啊，当你互阮个倒转来，迄就是咧想象，当你互阮倒转来的时候，这个外邦人，这个外国人，甲阮无共族类的人，因看到讲哇，耶和华为着恁行奇妙的代志，耶和华为着恁行去，咱这受掠的人有机会通去活转身，归于伫主，倒转来伫故乡欢喜甲袂禁止。所以伫第二节讲，我的喙啦，笑嗨嗨，我的手欢欢笑，我的嘴欢欢欢呼。咱知咧欢呼，毋免啥物款的语言。哦，哈利路亚！甲咱嘴咧震动欢呼，啥物时阵会欢呼？选举的时会欢呼啦，当选，甲你一直咧当选2-3分钟嘛，还阁咧当选。若看最近都要到啊，搁一个月即个被世界的足球的比赛，你著看几啊万人，遐一直喊话，喊话吼，拢讲同款的话啦，真简单的话，就伫遐咧话，因为咱的生活内面有即种的欢喜感情的流露，互人看会出讲，你真正欢喜。欢喜的甲啦，手举悬，欢喜甲普天的拢耶和华欢呼。认为，当你伫生命内面甲耶和华结连的时，看到耶和华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会、伫你的家庭、伫你的人生的中间行奇妙的代志，你会真欢喜，你的笑容、你的表现，互人体会到上帝伫引导，伫伊的心上行奇妙的代志。列位，伊讲上帝行奇妙的代志，哪一种真正，互迄个河水蓝咧流的河水，会搁那倒清起来。这个就是讲，这个世间吼，即落安尼无共款的代志，安尼伫遐发生。最后伫第5节、第6节，老目屎也精致的，的确要欢喜收割。啥物叫做老目屎啦？拄有讲伊捌做过农夫的，小姑娘是咧，我今仔日拢叫你啊，因为你的名我较好叫就对。你敢捌亲像圣经安尼写，为着野精致种菜老目屎，捌无？还是你去烦恼讲？
啊，我较以前低头举起来，才低头举袂起来。啊，我以前压会落，才压袂落，啊，拢伫遐流目屎。上帝，我要做农夫啊，我才低头举袂起来，我才压落去烧草歹烧啊。啊，因为我着腰脊骨着伤啊。你捌流目屎过无？捌啦，则是感觉为着夜经济流目屎。唔捌啦，迄无药嘛，要3顿会当过。啊，这个流目屎夜经济是啥物意思？我等一下要甲咱说明。来，诗篇126篇讲，上帝会行奇妙代志，啊，总是人嘛是着努力。咱才多念的488首。好天去夜经济，落雨去夜经济，啊个呐，日头我嘛去夜经济，啊，我就欢喜讲有一个首歌，也拢较简单。第3节，照常去也好子。做工嘛甘愿啦，来我问大家，做工嘛甘愿，啊，迄个流目屎夜经济是甘愿啊，毋甘愿？我问大家，迄个流目屎夜经济是甘愿啊，毋甘愿？你认为呢？足甘愿？好，啊，这个做工毋通停，着活毋通停啊！有上帝帮助咱，这边就是讲，你着温困做工，亲像农夫，照时阵夜景，照时阵落肥，照时阵烧草，照时阵时间，上帝拢是历史的主宰，你着温困做工，甲上帝同工，毋通逆天啦，顺天的意思，所以咱有一句叫风调雨顺啦，哦。毋通做台风啦，啊雨毋通做一遍落足济，啊过来就拢无要落雨啦，风调。啊你若认真哦，上帝的确会互你收割啦。到第127篇煞倒变，厝体人是妖法起造，就起造人空空着活；社地人是妖法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景色。恁清早起，清早起伊只。无写啦，意思讲你透早起吼，去夜经济啦，啊半暝倒转来收割，倒转来食落落，对啦，食落落所得的物吼，嘛是空空，安尼我两边我对走，这边第1节啦空，第2节啦空，第3节啦空空，啊这边讲啦要带5个倒转来，啊这咧讲啥物？诗篇126篇，你讲耶和华是时间的主，历史的主。虽然你受掠去到伫外邦，耶和华犹原是才会做路的外邦的犹太人的主，安尼对无？啊是毋是？伊所拣选的百姓受掠去到伫外邦，啊伊就无要做这受掠的人的主是无？伊嘛是咧，伊嘛是。所以这里就是你讲。伫咱的人生，无论你啥物时阵，你拄着啥物代志，耶和华永远是你的主。检查你跋倒，检查你失败，检查你离开上帝远，上帝嘛是你要做你的主。到第诗篇127篇，这个就毋是咧讲时间的主，这个咧讲空间的主啦。你一旦有收割倒转来，你会想要起厝，哦，要搭寮啊，搭工寮，佮起较好咧。啊，就伫遐就能够安居乐命啦！我会让伫遮安居乐业啊，伫遮遐啦，伫遮讲啦，等你倒转来，有机会通个起厝，有机会通个固守一个城墙，会当起厝，会当固守城墙，都毋是迄个受掠的人啦，已经有主权啦，有产业啊，伊就有所有权啦，总是当人有所有权。有产业的时阵吼，啊，就安啦，落地啊有钱吼，查甫人就开始摇摆啊啦。啊，查甫人若落地啊无钱吼，啊，就袂当黑白饭餐，吼，啊，就努力拍拼，好去，啊，到一个吼，好起来，车1台、2台、3台，厝1间、2间、3间，啊，就开始感觉伊足够啊啦。诗篇127篇讲。当你会当倒转来，当你有气力，当你会当做这个代志，请你毋通袂记着。
耶和华永远是你的主，伊是世界的主。你早前伫巴比伦、伫两河流域迄个所在，伊嘛是你的主。你倒转来会当起厝、起社桥、修建，伊嘛是你的主。当时重点伫第20个尾仔讲，独到耶和华所听的惊钱，伊要安然好困。来为咱台湾的国民所定，已经一年超过2万块美金，完全要到3万。伫亚洲内面算排前段班的，当时无拍算。这几年来，有侪侪人暗时袂困去，所以安眠药啊用量足侪呢。哦，安眠药啊，啊遮啦，会当好困嘛是安怎？上帝的祝福呢，对无？像细囝共款，足好困的，就少年人安尼去运动了，等下足好困的，做工等下足好困的。来为兄弟姊妹，伫主听内面安歇是有福气的人。然后，当你会当有一个所在，会当伫遐拍拼起厝，啊伫遐努力的时，你毋通袂记住上帝互你有惊钱，这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所以你看，这个比作是耶和华是世界的主。是你徛起的主，所以诗篇126篇是咧讲历史的主、世界的主，啊那合作伙哦，叫做耶和华是咱人类的主。一般的信仰个别，拢敢若讲耶和华是历史的主宰，耶和华嘛是咱人类的主。较少讲耶和华是世界的主、空间的主。咱踮的每一个所在，拢是上帝也做欢喜。所以诗篇第16篇第2节讲啦，耶和华用锁啊让互你有一个地界，有一个范围，你着爱把这个范围看作是极其水的说。耶和华用绳子量给你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来问兄弟姊妹。德行教会伫大台中市这个地点有好无？有没有佳美之处？有啊！耶和华所给我的产业实在是好。所以他对咱的主啊先讲，信耶稣真好，好伫倒位啦，好伫倒位啦。拜2、拜3、拜4，迄个讲迄叫做时间的好啦，后时间的好，后空间的好。这叫做认同啦，啊！伫认同的内面，查甫人才会表现出，啊那上帝赏赐的价值，就是你打亲像咱知影早前，甲今仔日原住民也是共款，写字来表示勇士，勇士伊字写了会准，搁会写了会远。有当时啊，毋是用写的，用刻的叫做标枪，非洲嘛有即种。面对对着，啊，伊着爱有字，啊，这个字是看是要用写的，啊是要用标签安尼用刻的，拢好。来为耶和华用安尼讲，你着爱做你的家庭的勇士啦，你着爱做教会的勇士啦，你着爱做伫你工作上帝互你的。职业的顶面最勇士啦，你着爱知影讲，伫遐有上帝的固守，伫遐有上帝的赏赐，啊，你着爱常常备办遐个钱啦。早前咱咧去礼拜堂的时，有一个长老，伊是做中基的副院长，后来嘛捌去做过马街的副院长，啊，后来讲伊无爱做。副院长，伊要去读神学，要互上帝用，啊，又写一本册，叫做啥物货？这本册足出名的哦，穷的只剩下什么钱？伊感觉已经散啦，啊，散啊，敢若剩钱尔啦。迄个第一个散是心内的散，空虚的散，无信心的散，无眼目的散，无贴心的散啦。啊，敢若有钱尔，你就知影，无信心、无眼目，无信心、无眼目，啊，佮无贴心的善吼，
伊的钱吼，一个钱拍24个间，咱知影古早人的钱筒啊，中拢有一空吼，啊，着来藏入去，啊，着拍出啊拍，一个钱拍24个间是咧讲即个意思就对啦。敢若会晓收入，毋知影要安怎甲人相交分享上帝所予伊。所以，即个勇士爱知影个上帝的赏赐，啊，即个产业伊爱看做是好，啊，若看做是好，伊就爱伫遐认同，伫遐努力，伫遐打拼。勇士，顶一礼拜我去嘉义参加全民的运动会。啊，全民的运动会甲全国运动会上大的差别，全国运动会的项目就是奥林匹克的项目，奥林匹克知影吼？奥运会的项目。啊，奥运会无的，总是大家拢真认真的运动。健力奥林匹克无，拔河奥林匹克无，延吉舞奥林匹克无。国标舞奥林匹克嘛无，搁一个柔术，人迄边是柔道，这边是柔术，柔术嘛无。哇，所以搁有过船啊，龙舟拔河，迄奥林匹克无，才着。所以这个全民运动会就真侪民俗的物件，我着足侪人参加。因来请我去，就是咧看拔河的水准，有爱注意的代志。但我分配一个房间报拍算这个是勇士，辅仁大学的教授，伊是全国第2坎，剑道7段的我着未去的时，我着敲电话来请安，讲杨教授，咱两个要住房间，若有时间，我要你请教你这个剑道的7段的勇士你有得到什么人生的哲学啊无？会当用到你人生的哲学？伊就搁去招一个伊的学生，剑道5段，做中正大学的教授，两个来咧，迄暗互阮讲到10点外，伊就讲，蔡牧师，你要甲我问讲，我对剑道有学到什么人生的哲学？剑道都安尼扑来扑去啊，我着爱搁有。合照啊，相会啊，大家好势。这个杨教授讲，我读台南嘉义的时阮的老师有去留学日本，把日本的剑道传入来。我伫遐着爱剑道，然后伊着对嘉义带阮来到台南赤坎路边仔有一间武庙，武庙逐暗拢武庙的内面逐暗拢有人咧练剑道啦。我讲。我是爱知影讲你对剑道、对你的人生有啥物帮助呢？伊甲我讲3项。伊讲我的老师对日本留学转来做国民学校老师，把这个剑道传予我。伊讲你若要学剑道，这3项都爱认真遵守。第1项，守时间。你要有时间观念。人安怎规定，人安怎做，你家己安怎规定你的时间，你就爱做一个 self control。你家己会晓节制、自律的人，毋是一支剑道摕起来黑白喷。剑道要守时间。第2项，伊甲我讲，你若在学生讲，你若学剑道，你就爱会晓有礼貌。这个礼貌。包括这个道场，你要入去的时候，不管内面有人无人，你拢爱先安尼一定讲起来，把物件炸入去。要开始裁判叫你入来的时，你爱甲裁判行礼。要开始比赛以前，嘛得爱搁行礼，拢得爱有礼貌。礼貌就是种的尊重，互相尊重。我甲你咧比剑道，毋是我要甲你抬死，是咱伫迄个。真清楚的时间，真清楚的规定，真清楚，无论犯规还是得分，拢是清楚。我互相尊重，尊重大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方。无这个剑道无啥物意思，若黑白喷无啥物意思。第3项叫做负责任，你着为着这个背起来得负责任，你着为着。
迄个你所参与的，你家己的生活，你参加的战场负责任，啊，你来尽心尽力去负责任去做这个代志。讲啊，真多谢杨教授，伊且是一个辅大安尼的教授，今年65岁。伊讲蔡牧师啊，我嘛知影讲吼，你安尼逐所在教运动，就是咧和人分享人生的哲学。你今仔日问这，其实我的老师有教真侪技术互我，遐个技术我已经传互我的后一代，拢是伊教互我迄个生命内面真要紧的物件，我一世人咧遵守。认为勇士就是负责任，对什么人负责任？对伊的家庭负责任啊，对伊的社会负责任啊，对派伊去烧钱的国家、派伊的人负责任。你我咱大家拢是互上帝拣选，阁是互上帝差遣，咱就对咱的上帝负责任。上帝嘛负你的责任，所以伫约翰第15、9、16讲，毋是恁拣选我，是我拣选恁，甚至差遣恁去逐所在结果子。啊！你要结果子，一定会拄着试炼，拄着艰苦，拄着挑战，拄着真侪项代志。啊！你安那，耶和华是你的同行的瓦克，所以安那，你着奉主的名白来求，伊就要听你的祈祷。凡你所求的，伊就要赏赐你。迄就是伫约翰第15章的第16节，耶稣派咱去结果子，伊嘛知影讲，伫这个中间有80字架。有迄个安那，豺狼披着羊毛，一摆要吞大这个羊条。伫这个世间是真黑暗的社会，有真侪咱疗伤袂到的事，就是你着对于你家己负责任，对于你所参与认同的社会负责任。今仔日我准备这篇道理，我等一下会阁讲下集，要答咱的少年团体、甲妇女团体讲。生命的传递跟影响力，咱食到老，毋是，搁食无偌久，也毋是，搁食无路用。咱食到老，有上帝互咱的生命的影响力。最后，我头拄好咧讲老目屎也经济，这个叫做唔甘愿的神学。我问咱大家，恁捌流目屎过？我相信你拢捌流。恁捌迄个甘着目屎？照常咧做工无，含着眼泪，我笑了下来，足唔甘愿的。当咱互人欺负，足无公平的对待的时阵，啊，拄着强盗，讲迄个是我的啦，台湾是我的啦，所以台湾海峡，我免准备安怎走，飞行机要迄阮的代志啦，你免插啦。咱拄着这有当时，咱会含着眼泪。为什么咱会安尼？1998年，我带师大的队伍去世界比赛，举3个旗啊拢无效啦，举中华民国的旗啊无效，举台北市阿扁的寿旗嘛无效，摕师大的校旗啊嘛无效。啊，为什么无效？我第一遍96年举国旗去有效，人佫替阮举。第2年国旗嘛哪踩落去，观众嘛哪影落去。啊，第3年去有啦，头一天有踩国旗啦。啊，第2天比赛4天，第2天国旗煞无看到啦。啊，开幕的时，啊，我去人问讲，啊，开国旗拢无去啦。啊，因讲，啊，都有一寡人吼，因足无爱看到恁的国旗啦。啊，我讲啊，恁着听我咧。啊，所以恁着安那来收来咧。美国替咱把迄个国旗收起来，这叫做唔甘愿。啊，迄个国家吼，比咱较慢加入伫世界联盟。啊，迄个伊来做人客，啊，伊一声臭屁咧，啊，咱就你来看今年的世界运动会伫美国的时，伫观众伫偌济所在出现咱的真大旗的国旗，时代无共款啊，时间咧改变。空间嘛，人的心嘛在改变。什么叫做唔甘愿？这句话什么人提出？就是台南新人的院长，1949年到1965年做台南新人院长。伊的老爸是牧师，1913年黄树明牧师伫中华教会。
黄宗辉是伊的大汉后生，伊第二个后生叫做黄明辉，我捌去黄明辉内科看过病，伫中华教会。伊讲，伊去日本东京地大读册，伫1937年，伊甲伊的小弟，伊小弟也去读册，有4年无见面，就相约讲，咱做伙坐船转来台湾。我已经毕业，你还未毕业，你陪我倒转来，了你搁去读册。伊小弟是去读医学，伊本身是读哲学。搁伫船顶，规个拢是日本人，所以有日本教官。伊伫边仔私底下甲伊的小弟用啥物话讲？当然就是用爸母话、用台湾话讲啊。去哦，日本教官看咧，讲你日本学生，你开咧讲啥话？白解落啦，喊落去啦。一个喊落去，这个兄哥讲，就是我招伊要等边仔才讲台湾话吼。讲这个兄哥吼，黄宗辉牧师吼，当跪落去，伊伫踮遐磕头啦，磕头。来位，迄个磕头是足唔甘愿的磕头。伊嘛会当伫迄个中间下面比手画脚，踮遐小演小舞啊，伊无唔甘愿。当黄宗辉伊做院长的时，咧教学生讲，我一世人。台湾是我出世，伫中华出世，所以伊名叫黄宗辉。后来日本人来统治，我就称做日本的国籍去日本读册。后来国民党政府来台湾，我就变做中国人，爱学华语的话。后来伊搁去到英国读册，这个人是真侪。全世界教会联合普世教联教育委员会，今仔日咱咧讲出了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台湾人去伫世界叫做世界教会联合国啦，搁伫教育委员会做主席。伫迄个内面有一个同事叫做南非的图图，后来嘛捌做过南非的总统，这个图图还没同事。图图你来讲，阮伫南非，阮黑人嘛足唔甘愿，互白人安尼欺负。黄宗辉就讲，你着倒转去，为着你的唔甘愿，求上帝，互你真清楚，什么是你甘愿。所以伊讲一句话：甘愿唔是唔甘愿的对立面。我唔甘愿你安尼对待我，我甘愿要在你，甲这个唔甘愿摕掉，唔是讲。伊讲，我的甘愿是上帝啊！你互我拄着受掠、无公平、受欺杀、互人侮辱的情况，我唔甘愿。所以呢，伫这种的情况，上帝，我为着上帝国，为着福音的缘故，你同我讲，我应该安怎做？我受你欺骗，我甘愿受你欺骗，这叫做甘愿。所以你若去台南市内，有黄宗辉纪念图书馆。伫头前的这个大地石叫做唔甘愿啊！各位兄弟姊妹，敢有人安尼一世人做认真运动，忽然间伊拄着病痛，拢袂当起来，伊嘛感觉我足唔甘愿啦！我为着顾身躯，我安怎，今仔开比就安尼唔甘愿。所以当你唔甘愿的时，你就爱受。什么是你的甘愿的？伫上帝面头前，上帝，你互我拄着安尼，你永远是我的主，是无？上帝是毋是病人的主？是毋是迄个老大人所谓的搁遮无偌久的主？是啊，迄个今仔日臭天地，明仔载高大，上帝搁带伊装他水水。所以黄宗辉就是咧讲。迄个甘愿毋是甲你对抗，迄个甘愿就是我和我的上帝带领。台湾人有唔甘愿无？有啊！台湾人到即阵也袂当进入联合国，伫世界的组织拢互人排斥。总是当咱开始会晓关心世界，伫台湾 can help 的时阵，就真侪人咧甲咱支持，对无？所以叫做甘愿啊，甘愿。不管别人安怎对，就是我甘愿欢喜，
做出这个真有意义的代志。台湾人有唔甘愿有啊？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啊，搁落去咧，受苦无人问，这叫做唔甘愿啊！拄着台风，拄着真济人为的因素、天灾的因素，啊，我为着负责任，我也唔甘愿甘着目屎，头前行。我来咱教会已经7月、8月、9月、10月第4遍。这段中间都是咱团契中就后礼拜要跟选，我要讲特别大家受提名的中心，点知你受选着了后，你会讲足唔甘愿的，某某人啊，你有才调，啊，你有才情，拢无要做，啊，阮即个啊咧啊无二步七啦，二步七来听有啦吼，无啥物甘愿，啊就要拢别工课拢你也唔甘愿。打伫你唔甘愿的中间，你就伫上帝名祈祷，上帝啊，你互我敲吹，啥物是我甘愿。所以主要说，保罗有讲，甘心乐意的侍奉是上帝看做是宝贝。叫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今仔日是阮的教会用主日的纪念日，我用农夫甲勇士做一个这两篇。而且，甲兄弟姊妹三角分享，阮着爱会晓遵守你的律例，阮着会晓尊敬畏上帝，阮着会晓对你负责任，也对阮所徛起的这块土地负责任。安尼，有当时阮的人生会拄着真侪唔甘愿的事，拄着人，我遮尔听伊，总是伊导我陪伴，我遮尔认真做，得到无公平的对待，甚至互人气死。上帝啊，求你。你拢知影阮所拄着的情景，互阮伫你听内面敲吹，阮所甘心乐意伫你的面前的侍奉，得求你感纳阮的心意。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来吟圣诗，圣诗331首，我做基督兵丁，听起立。
请坐，直接来奉献，请静言、梦梅、舒雨加慧心。请坐。接着来报告，请掀开酒报第3页，先来读今仔日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读2遍。老目屎也种子的，要出欢喜的声收歌。诗篇126篇第5节，请。老目屎也种子的，要出欢喜的声收歌。诗篇126篇第5节。老目屎也种子的，要出欢喜的声收歌。诗篇126篇第5节。本周事奉表，请有参与事奉的兄弟，家己来过目。请掀开周报第4页。小会公告，后礼拜10月23要来，礼拜中要来召开临时的好会，要来补选中职，所以请兄弟一定要出席，因为若无够人数，这个就无法度先会吼。咱即个要补选的中职的部分，长老有2名，因为2名够任，所以要选2名。执事的部分1位退任，4位够任，所以拢总要选5名。啊，中间若有长老搁继续选起来，执事选长老，所以就会变做拢才7名。所以这个办法，请大家来过目。咱是迄天投票3届，若无选出来，咱就袂搁另外补选的部分。我来看
会员的名单，请有伫会籍内面的踊跃来出席。再来看酒报第6页，本会消息。今日是台中中会教育主任由助理学的师生来参与这个服侍，也感谢蔡牧师来主领礼拜。第2项，下主日中会会派暂代的小会议长是中心教会的张宽牧师来主持咱的临时好会。希望会当选出听主有热心要服侍的兄弟来参与圣工。第3项，今日礼拜后主日学伫4楼，因5楼有少气的聚会伫4楼要举行主日学的教员会，请准时来出席。第4项，因为二中的迄个停车场又咧整修，所以这段期间，对今日开始到2023年2月28号，就是咱老停车的兄弟，也停去二中的大校大门迄边的吼，迄边原来的停车场就暂时无法度使用。第5项，对10月12拜3开始，咱有要来恢复拜3的祈祷会，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第6项，10月29下晡2点，政府队有邀请台南市长伊的教授来做第2次的音乐研习吼。题目是我怎能停止歌唱？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你无一定爱圣乐队队员才用参加，朋友嘛欢迎来参加吼。第7项，10月30就是第5礼拜，礼拜中要举行圣乐创意的礼拜，吼嘛邀请陈淑芬教授来主理，欢迎大家来参加。第8项，咱11月7日要去野外礼拜吼，迄天7点半要来出发，所以目前报名有106个，有报名的则注意下骹的行事历。第9项，11月19拜68点50开始，咱要举行本年度的曙光研讨会，为着明年度的曙光来做研讨吼。所以请新旧会长、中级和同工拢来报名参加。因为面顶吼有一个线上的问卷，所以请你去填。你若无手机啊，还是安怎，会用来办公室找干事来摕纸本来填。再来第10项，12月初4要举行下半年度的圣礼典。若要报名洗礼，爱参加3届的基要真理的课程吼。所以向罗长来报名。第11项，广播社2022年的圣诞歌，教会拢会分互会友。你若家己要订，要来送互你的亲朋好友，则请向办公室来登记，甲11月27来截止。团契消息，今日相连甲葫芦团契礼拜后有要邀请蔡牧师来演讲，欢迎参加。再来青少年伫5楼有聚会，四海茶经是10月20，有茶经吼。第5项兄弟团契，逐礼拜六拢伫教会有查经，拢是迄个会长、志荣长老咧带吼。再来10月30要举行年度的年会，地点伫南洞的厨房，所以若要参加，请向会长来报名。再来第6项，社青团契10月23有聚会。来看关怀协会的消息，即摆咱伫6楼有创一个鱼菜共生的有机农场吼，感谢木生长老真用心来筹备吼，嘛足侪会友来参与，所以若礼拜煞大家有闲，请大家去6楼参观者，因为迄个植物慢慢啊成长吼，迄是一款喜悦。咱希望讲借着这个活动，会当互社区的福音朋友嘛来参加，互咱传福音的门吼，毋是干那一定讲坐咧遮讲阿门，耶稣我请你，会当互足侪人来参加咱教会的迄个侍奉的代志。再来，咱协会即摆要进入下一季啊吼，所以若要搁参加的人，爱报名，目前有报名18个到15个。
再来看第8页，遗体关怀的部分。施淳朴高烧不退吼，林淑慧2次确诊，再来就是迄上兄确诊嘛有迄住伫家护病房，但是即摆已经出来咧康复当中。个中风兄嘛是有确诊，现为着因带倒。过来就是咱目前还未举行年会，伫乡里团个是10月30，青少年团个是11月13。少年长有举行吼，恭喜立勋队长连任吼。过来第3项是咱恭喜咱顶个黄飞牧牧师有当选2023年台中中会副书记。再来教界消息，这个部分就是总会有编一个圣经的翻译甲宣读，用现代台语的译本为范例吼。咱即个读的译本拢是国语，迄就是较白话、较白话文，互你较容易读圣经，了解伊的意思。即摆有出一本是台语的，所以礼拜部阿科长有请我特别宣传吼，就是咱伫楼骹有即个台语的译本的范本，你若有兴趣的，会用去楼骹看卖。即摆一本是855块。然后兴趣要同齐买的兄弟，才向安琪才来订。吼，我即张你们用搭咧楼骹，大家用来看吼。伊嘛有范本，大家用先看卖安尼。伊伫10月29有一个研习会吼，你若想要参加的，报名费爱一人100块，要报名。到10月25来截止。再来顶礼拜的奉献明细表伫第10页，请现在来过目，然后出入的才向财务部长来反映。以上。即马要大岛甲清安，头一届来甲独行做礼拜。因为我手中无资料，有头一届来倒向做礼拜，请起立。无吼，无即摆就由我来带大家做大祷，三个阿头来祈祷。最后说，今日是主日学的纪念主日，由主日学的师生同齐来参与礼拜的侍奉。希望囡仔自细汉的时就学习安怎来参与上帝的敬拜，也希望因伫人生的各个阶段，拢会当用主的话语来做因学习的目标。福音教会今年已经65岁，上一届8月28，蔡牧师来讲道的时有提醒咱，65岁的福音教会进前是足多忠职加热心的兄弟。努力来奉献，才会甲咱起遮尔水、遮尔舒服的礼拜环境。但是，你敢是干那伫咧遮享受情人所努力的成果，还是你会当想，你会当对独行做啥物？后礼拜我们改选中职，阮希望会选出下主心意。愿意主动来参与圣工的兄弟，同齐来做工。伙团爱同齐烧，才会烧落。传福音的工作嘛是爱大家同齐参与、鼓励，才会把福音传出来，互伊活起来。教会的门毋是永远关掉的，应该是爱开咧，随时欢迎福音朋友来到阮的中间，毋是家己。做啥物，家己欢喜就好。人是土份所做的，难免有辛苦病痛。我若看到淳朴兄继续咧发烧，住院中间，明月姐嘛咧恢复中间，后来特别为淑慧老师伊2度确诊，咧隔离中间。一些兄弟嘛有确诊。希望因恢复的时阵，会当有主的稳定伫中间恢复了真好。
其中也有中红、秀春、月桂、喜祥。啊，伫疗养中诶有通灵兄伊中风、云妹、玉金、有秀这八道，拢希望伫中间有上帝的祝福，互因快快恢复。也希望因伫病痛中间，嘛有缘会当倚靠主耶稣。教会是一个互相关怀、有疼的所在。真侪事工拢要推行，但是挺出来做工的人嘛是迄几个尔。所以教会事工需要你我同齐来参与。阮也特别为着阮的牧师来献上阮的祈求，求主会安排一个听主、听兄弟牧者来到阮的中间来引传阮传福音、做教育关怀的事工。互多元教会毋是一栋水水的建筑物尔尔，是会当为着即个独行的社区做光做盐，来传上帝听的福音。我咧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来，即摆来互相请安，请大家起立，互相请安。咱要来念尾尾别的诗510首《俄勒天父天顶主宰》。天父上帝听谈甲怜悯，圣神的感动，甲恁三甲之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这庙岛闭会。